新一年學新語言，想學語言，但學極都學唔識，背咗好多生字，但係都冇晒記憶，花咗好多時間，仲係冇乜起色，繼續俾錢上堂又值唔值？試下 comprehensible input 啦，透過沉浸式嘅可理解性輸入，你可以自然咁學識任何語言。喺 Learn Cantonese Together， 我會透過肢體語言、圖示、畫畫等等嘅視覺教具，幫助你由第一日就聽得明廣東話。喺 Learn Cantonese Together， 你可以揾到適合你程度嘅影片。影片涵蓋唔同主題，由故事、文化、地理，甚至旅行都有，總有一樣啱你睇。學語言唔使死記硬背嘅，只要揀你聽得明嘅影片，持續去睇，逐少逐少，你嘅廣東話就會越嚟越進步。不如由今日開始就試下一路睇片，一路學廣東話啦。仲諗即刻 subscribe 訂閱呢一個 channel。如果你已經 subscribe 咗，記得 like 讚好同 share 分享呢一條影片俾你嘅朋友。最緊要係咩啊？全部影片都係免費㗎，仲唔快啲行動？